甘露。何西阿書14章5節上，我對以色列要像甘露。何西阿係舊約第8世紀嘅先知詩人，佢住喺以色列嘅鄉間，由大自然嘅美景嗰度得到高超嘅靈感，由清晨田野間嘅露珠領悟到上帝嘅慈愛。佢夢見田野嘅作物喺乾旱中因着甘露嘅滋潤而免於枯萎，因此佢就覺得枯乾憔悴嘅民心只有藉住上帝慈愛嘅恩露先至可以甦醒嘅。甘露令到枯槁低垂嘅葉片同埋花蕾披上新鮮秀麗嘅容顏。上帝嘅恩露亦都能夠令疲乏困倦嘅心恢復生命嘅活力，重獲生命嘅豐盛同埋健康。冇咗上帝嘅恩露，我哋就會失去咗力量、顏色同埋香氣，好似將殘嘅黃花，瞬間就會凋零啦。但係上帝卻係藉住耶穌基督，將甦醒人心嘅露珠滋潤我哋嘅心花，令到我哋喺朝陽中重新煥發美麗嘅光輝。甘露喺靜悄悄之中降下，聽唔到聲響，亦都唔知道係喺乜嘢嘅時刻開始積聚嘅。喺寧靜之中，佢倒映住天上嘅星光，默默咁親吻含苞待放嘅花瓣。喺不知不覺之間，佢滋潤住乾渴嘅野草，令到佢哋重新抬起頭來。上帝嘅恩露降臨嘅時候，亦都係咁樣嘅。喺世界嘅喧囂嘈雜中，喺狂風嘅紛擾動盪中，恩露嘅降臨並唔顯眼。唯有喺靜默嘅黑夜中，當我哋嘅心悠然神往於神嘅時候，佢就會悄然降臨啦。喺高山嘅長叢上邊見唔到露珠，只有喺低處嘅山谷、路旁嘅草叢沾滿咗晶瑩嘅露珠。上帝嘅恩露唔臨到至高嘅顯貴者，卻係降臨到低微謙卑嘅心懷。神子嘅來臨並非喺聲勢顯赫嘅達官貴人家中，而係喺卑微嘅馬槽裏面，生長喺木匠嘅小屋中。佢一生服侍罪人同埋平民，同佢哋同住。所以一個人先學習謙卑嘅功課，先至能夠得到上帝所賜靈性嘅甘露。親愛嘅主啊，求你幫助我哋喺清晨對住恩露默思嘅時候，領受天父嘅慈愛，如同甘露潤澤我哋嘅生命。阿門。